阁主，新任务。今日没有新任务，我也未在玄机阁见你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吗？玄机阁暗探第一守则：不问来处，不问缘由，将消息完整的带回。这才是玄机阁需要的，最锋利的刀。去吧。主人所料不差，这次任务，阁主曾交给折竹完成。听说折竹本是接下任务的，却因手上的伤无法出任务。这件事你怎么想？这次的任务与那位驸马爷有关，虽然只是寻他的把柄，但这事关上公主，稍有不慎，则牵扯甚广。折竹也许是知道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有意避之。恐怕不止。依折竹的性子，即便知道危险，他也不会拒绝任务的。能让他放弃任务，甚至甘愿受伤，恐怕只有天风阁那位大少主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让折竹放弃任务？任务中明确提及，驸马爷在暗中寻人画一幅梅花图。可即便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反倒是那些画不出的画师，皆被他婉拒了双目。阁中会借此契机，将接取任务的人送到驸马爷身边。只是玄机阁内画工甲等的人，只有我和折竹。他们是想……不，主人，这个任务您不能接。怕什么？那么多的画师，怎么就没有一个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？你即刻启程，替我去一趟驸马的祖籍青阳。来玄机阁这么久，这又怎会是能选择接不接任务的地方？自从进入玄机阁起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是能真正从心的？你我，只是被牵丝的人偶和没有情感的刀罢了。明白了，主人。至少能留在您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李姑娘，我家主子已经在2楼候着了，定金你应该已经收到了。
无论姑娘是否化成，都无需退还。只是，关于我家主子的身份，还望姑娘莫要多问。主上，今夜茶楼2层被人包下，我猜那应该就是他想去见的人，就去查了一下，将2层包下的人正是驸马爷。这位驸马爷在朝中并未站队，右相与将军的人都曾有意拉拢，只是主上也曾让我去暗查过，这位驸马爷和上公主的手上都不太干净。哦，门口那个侍女也是上公主的人。奇怪的是，这位驸马爷一直暗中寻访画师为他画眉，请来的诸多名家都没人能画出他想要的梅花图，最后都被他弯曲双眼。上公主的性子向来谨慎，也不知为何这般由着他胡闹。主子，这位就是兰陵的画师李姑娘。坐下吧。这里没有梅花。我听闻技艺高超的画师，可根据描述绘图，想必这对李姑娘来说，并不困难吧？倒是听过描述绘制人像，这般描述绘制花图，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难怪那些画师愿闻其详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公子不要紧吧？无妨，我这头七已有多年，好在还有这香可以暂缓。只是我有时一分不清，何时是真，何时又在梦中。药香常燃，终究伤身。公子不介意我开窗吧？无妨。可以开始画了。玄清，不知你能否及时赶回？画得如何了？一笔未画。他当然画不出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画师李姑娘，而是来行刺的杀手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小女子不过寻常画师，不知你们为何要诬陷我做杀人的勾当？原来不是。
没意思。既然不是来杀我的，那就杀了吧。主上，等一下，我能画出公子想要的梅花图。哦。你可知有多少画师说他能画得出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？你猜他们最后都如何了？我能画得出。好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主子要的是梅花图，而你这却只有空枝，哪里有梅花？可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你是来杀我的？怎么，你要放弃了？本以为你有些本事，如今却用血糟蹋这画，看来也是哗众取宠罢了。不知这幅可是公子梦中的雪中梅花图？拿下！退下！主子，我说，退下！他是怎么？你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这梅花图因何而来。是。你果然是来杀我的。不，但是我的确带着目的前来的。起初我在想，驸马爷为何无故寻人画着梅花图，而那么多画师，无一让驸马爷满意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驸马爷想要的或许从来不是一幅画，但是后来我又一想，也不是这样。哦，什么梅花图，什么被婉曲演的画师，驸马爷不过是借机泄愤罢了。为何这样说？这世间之人所求之罪，无外乎是一条生路，而驸马爷所求的，却是一条死路。说下去。驸马爷虽然看起来锦衣华服，风光无限，但形容憔悴疲倦，双腿甚至无法久站，都是因为这香吧。这香有迷香和软筋散的功效。起初我以为是驸马为了画师所下，后来才发现，这香是有人为驸马所下。早听闻驸马惊才绝艳，与上公主的情谊更是上公主亲自向圣上求来的姻缘。但是我还听说，
驸马爷在上公主之前有一位发妻。起初我觉得驸马爷为了前程丢下了发妻，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，驸马爷似乎很期待我是来杀你的人，所以我便觉得其中或许另有隐情。驸马爷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一幅画。不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抛下梅娘。你是玄机阁的人。你不必担心，我并非是想套你的话，只是我听闻，这世上没有玄机阁不知道的秘密，更没有在玄机阁中买不到的消息。曾经，我也想要寻找一个答案，四处寻访玄机阁，只是可惜，一直没有找到玄机阁的接头人。我为了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我贪赃枉法，助纣为虐。我的双手已经不知道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。我自知并非什么善人，但我也一直在等着玄机阁的到来。他扣押了梅娘。我原本只想找到梅娘，与她一同离开。可是，就自几个月前开始，我便再也寻不着梅娘的消息。我梦到了我们从前同住的小院，好多的血，那些血落在雪地上，就好像从前我们一同看的梅花。她的衣衫都被血染红，就挂在梅树上。他是他，自然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圣公主。我也私下派人去查探，不过小小梅园，派去的探子却无一生还。他告诉我，这是我多想了。可他却为了控制我，让我整日都离不了这熏香。我无法去找梅娘，甚至到现在连求死都做不到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他一起。我继续去帮他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结党营私，残害忠良。可我每次又会留下把柄，虽然有时会被他发现，把那些痕迹清理掉，可再精细的人也会有疏漏。然后就是画师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在等玄机阁，我在等那些想要拉我下马的人。我也的确从未想要过什么媒途，我要的就是世人看到我的暴虐。我要让整个上公主府的人为我的梅娘陪葬。看来你已经猜出了这一切，所以才要以血作媒，赌我会听你一言。所以你也应该知道，我想问的到底是什么？梅娘她当真？梅娘之事，
我并不知晓。那你怎会绘制血眉？但是我知道，驸马爷的那位故人已经亡故。去看看故居故人，若来不及将消息传回，蓝色信号为没有异常；若他故居有媒术，便用橙色；但如果有更棘手的事情，便用粉色。棘手的事情是指命案。你当真还要悬着玄机阁？无妨。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。我手中有一本账册，足以扳倒上公主及其党羽。我会想办法把它交给你。把门给我撞开！是。怎么，如今我来茶楼，上公主派这么多人还不够，还要亲自监督？哼，我是在担心你的安危。人呢？什么人？我今日不过是请了画师作画，画完成了，人自然就走了。给我搜！务必把刺杀驸马的贼人给我拿下！是。驸马，你以为把消息放给玄机阁的人就能扳倒我？难道你就不好奇我如何知晓他是玄机阁的人？好，我来告诉你，如今玄机阁易主了，你费尽心思搜来的罪证，到头来也变成他人拉拢我的筹码与谢礼。无论我做什么，我身上流淌的都是皇室的尊贵血脉，都会有人前赴后继的为我证明。裴昂，之前的种种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只要你日后能够待在我身边陪我，可好？好一个既往不咎！一个杀人者竟敢妄言对他人既往不咎！杀人者？驸马莫不是听信了什么狂言？让我想想。啊，我确实刚巧派人去查过，你的发妻确实是死了，不过是病死的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你在上月15去了哪儿？你回来的时候，衣服上还沾着一朵梅花。哦，那又如何？你一日是我的驸马，便终生都是。我告诉你，我俩已经在一条船上了。我若是在上位，你共享荣华；我若在下位，你莫想独善其身。你以为找了玄机阁的人又如何？就凭他们，敢吗？不对，我不知道你如何得知玄机阁的人在此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你当真不在意，你就不会亲自过来，更不会兴师动众的让公主府的亲兵在这搜查。
你说的没错，朝中局势混乱，掌握你把柄的人未必想要扳倒你，但你不确定，这个人是谁，所以你才不会赌上你的荣华富贵。是，裴某我该下地狱，但我入地狱之前，也会带着上公主殿下一起用你给我的梅娘陪葬。驸马，好好休息。鼎春，速去公主府，去搜驸马的房间。不，把公主府掘地3尺。驸马既下定决心与我为敌，定然还留有后手。搜到任何可疑证据，速来交给我。是。方才我便觉得眼熟，看来这就是夫人所说的易容之术了吧？你怎么会在此处？上公主有令，大家分头找，我去那边。你快走，别管我。我又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？给我查，找到人后杀。是。上公主有令，搜。是。主上，好在主上料事如神，我刚找到这东西，公主府的人就回来了。想不到这上公主看似不参与朝堂之事，即便将军与右相有意拉拢，也不愿趟这趟浑水，私下竟为谋私利，
还做了这么多煽风点火的事。不过有了这些证据，足以扳倒上公主，让那些被残害的忠良得以昭雪。啊，我呢还在原先的盒子里留了一枝梅花，也不知道上公主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。公主，奴婢在驸马爷的书房暗格内找到了这个。不能看到，还真是遗憾。啊，主上，我这就去将账册交给沈将军，让他明日。给他吧。什么？主上，这万万不可！我们怎么能将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拱手相让啊？且不说，如今我们尚不知道是谁下的这则玄机令。若对方所求不是扳倒上公主，而是将她的把柄握在手里，无妨。都是刀尖过火之人，又何惧被刀刃所伤？主上为何要将如此重要的东西交给他？难道短短几日，主上对他……本就是他以命相搏换来的，我们不过是占了先机罢了。再说，谁说我们是要将东西拱手相让？想要鱼上钩，就得先下饵。主上是想假意将账册以玄机阁之手提交，顺藤摸瓜找到背后之人。是。主上今日将他救回，他必定会起疑。主上继续留在这里是否安全？起疑？他可从来就没放下过对我的怀疑。主上，那您……我自有分寸。也是。主上和他的那位夫君长得那么像，他就算看在那位夫君的面子上，也不会舍得动你。哦，主上，如果他一旦发现什么，您可切记要模仿他的那位夫君，让他心软才是。下去。是。他睡下。睡下？他怎会睡下？他几时回的？可是独自归来？是我送他回来的。今日气闷，便去了趟茶楼，恰巧遇到了他。茶楼？主人。茶楼今日有变故，是他救了我。我今日去过茶楼，上公主数名侍卫被杀，这一切可是你所为？你怎会觉得此事与我有关？你们今日去那儿又是为了什么？怎么会与上公主扯上关系？夫君今日怎么会在那儿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。既然同路，就莫要问得太过清楚。夫人对我说了那番话，我到底还是有些介怀，便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吹吹风。
时间不早了，夫人，早些休息。这是那位驸马，这应当就是他所说的，记录了上公主这些年来贪赃枉法的账簿。我本以为他今日追到茶楼，便不会再让这本账簿流出。看来还是驸马起先一步。这么说，上公主和驸马以生间隙。那我那天看到的上公主侍卫的尸体，莫不是二人争斗所为？这次任务完成的太过顺利了，所以让我有些不安心。要不要我再去上公主府一探？如今上公主府定然守卫森严，等事情平息了，你再去吧。上公主为何能这么快赶来？而且，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批杀手。是谁将您的任务信息泄露？你说呢？驸马呀，驸马，你又怎知我就是你可以托付之人呢？若我将他呈上，又当真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外泄任务、刺杀同僚皆是重罪，跟我去玄机阁走一趟，否则别怪刀剑无眼。你这般忠心护主，倒是也要看看你的主人值不值得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任务是我无意泄露的，这和我在为谁做事有何关系？但我也想问问玄清大人，难道你在为你家主子做事之前，还要问一句值不值得吗？你今日来拿人，到底是为了玄机阁，还是为了你家主子？你真当旁人看不出来？你是铁面无私，但若有一日你家主子叛出玄机阁，你又该如何抉择呢？阿洛，阿洛，阿洛，你为何执意要接那天赐任务？也许是日子过得太过于无趣，想为自己争点什么。阿洛，若是你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可以。若我要的是玄机阁呢？阿洛，我背你回去吧。不必了。我来时便是一个人，如今有风雪相伴。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阿洛，你可以相信我。
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我们四少主长大了。中午沉睡，你别转移话题。我敬若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，别当你尽管告诉我。相配，风与泪，要是有一件事情，何事？我需要你承诺我有寻一个人。问我两魑魅，生而何罪？相生佛仙亦无悔。我说是寻一个，就算你让我去杀一人，我也绝不会退缩。三千泪，为你醉。阿洛，天风是地，花落复不尽，你我涓涓之情唱不尽。月宫洒浮萍，夜莺我心绪，如梦境还是你。阿周若是能允许，是飘零，归雁望长堤，你的眼中泪影为谁而尽？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，你可识得我的心？主人，折竹认了罪，在狱中自尽了。你与他是旧识？不曾。他背叛玄机阁，陷主人于不义，于我而言，他死不足惜。只是我昨日问他，你这样做值不值得？他说，各为其主，何论值不值得？身在我的位置，背叛者我绝不会手下留情；但身在他的位置，对大少主的忠，对玄机阁的义，他已然两全。难得听你说这么多。你是在想，若异地而处，又该如何求得双全之法？不，我是在想，还好我与他不同，不必异地而处。你们的确不同，你我皆不是知棋之人，也只是棋盘上的两枚棋子罢了。我不会命你去做出格的事，至少如今看来，我暂时不会背叛玄机阁。我也该去交任务了。主人打算现在就将他交出，不准备继续查下去了吗？敌在暗，我在明，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这件事拖不了了。更何况，谁说我不去查了？这本账簿，如今在我手中，也发挥不出多大作用了。只有他离开玄机阁，我们才能顺着他，找到幕后之人。属下这就去准备，定能顺着他找到幕后之人。我与他不同，
是因为我的忠义都系于一人身上。我本想着去玄机阁处理折竹的事，顺便清了你的案子，没想到我这身体还是熬不住了。辛苦你跑这一趟了。无妨。把这本账簿放在大殿后暗室的石匣中，到时会有人来取。暗室内机关众多，这上面有详细记录该如何去做。去吧。是。当年是否真如信中所说那般？19年前，误将于探访中发跑，将左丞相秦宇恒灭门，天子任务未结，悬于暗河。一画一笔，这一点一滴，慢慢汇成爱意。可为何你目光还单细？花又开时，人已有归期，人海总会相遇，心总未曾远离。为你写一
一首情诗。夫人画的这梅花真漂亮。夫君喜欢。主人，如何？这3日都没有人靠近那个房间，石匣也始终没有被打开。我原本以为是接头的人未到，好在主人在帐布上撒上了影蝶粉，我见影蝶异动，便将它放出。随着他找到了右相府，主人是否要收网？不急，你不是传信回来，说暗室附近有其他人？我这就派人去盯着。还有件事，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2小姐院里的人，说2小姐有事忘记相告，此刻正在醉仙楼候着，有您想知道的。醉仙楼。哎，姐姐您晚了，姐姐。这就是醉仙楼啊！好久没见您了。对啊，好久没见你了。阿洛，女儿好想您啊。约我们来，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找人。阿洛，阿洛，青神医、玄机阁、醉仙楼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要找什么，但你可以带上我，我能保护你。昨夜玄机阁失窃之事，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我整晚都在院中，从未出门。四少主此言，是在怀疑我，还是试探我？阿洛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来人，拿下他们！走！站住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他受伤了。三弟倒是好兴致，不知何时与我这个大哥也下一盘棋。大哥若只是想下棋的话，想必这院中应该有不少人愿意相陪。今日怎么不见大哥时常带在身边的死士啊？他去了哪里？三弟当真不知？他一个大男人，皮糙肉厚的，受点伤很正常。这醉仙楼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刺客，我等下一定严查出入的人。今日，你们怎么突然来这儿？不是你邀我来的。我？
我怎会知晓？大哥今日来我扶风阁，所谓何事？若只是闲来无事的话，恕我身体抱恙，无法奉陪。前几日二妹在院中抓到几名刺客。哦，那二姐可有受伤？她倒是没事，不过那些刺客正好是花灯会的行刺之人，他们供出指使行刺的人就是你，是你委派他们杀人，你正是以那枚玉佩买凶，指使他们在花灯会上行刺二妹。我本不想将这些家丑外扬，只是事关二妹性命。那日抓到刺客之后，我便立马报了官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大哥也无法包庇。三少主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大哥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朝夕的玉佩在遇刺时已遗失。若闯入二姐院中的刺客带着那枚玉佩，那不就恰好说明刺客是同一批人，刺杀不成，挑唆陷害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大哥不懂？还是弟媳这是何意？是非对错，官府自会评判。若真有人挑唆，相信官府自会还三弟清白。朝夕身上有伤，还需静养。他亦是刺客一事的受害者。在花灯会上，他与我一起帮二姐避开了刺客，又怎会是买凶加害之人呢？两位官爷，还请回去吧。怎么，弟媳是觉得几位官爷不会秉公办事？我夫君身体孱弱，又刚遭遇杀手，这一趟恐怕并不方便。弟媳多虑了，我看三弟的身体恢复的不错，弟媳若再加阻拦，恐怕官府会觉得我们顾府对此案心中有鬼。大哥没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今日无论是谁，休想自我扶风阁内带走一个人。不必担心，我去就回。清风拂流萤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影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终散场，往昔故事故
有时心中烦。